淨土直說，靈源長老。悔堂禪師云：誠能則心無二緣，意絕妄想，六槍寂靜，端坐默究，萬不失一也。又憶藕益大師凡失藕談云：參禪人欲生極樂，不必改換門庭，只要回向淨土，發願往生即得。蓋見佛有見佛之法身者，有見佛之報身者，有見佛之化身者。此三身中，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，而有相故，屬於生滅。須求見佛之法身，即是真身。一見永見，一得永得。阿訶止觀云：佛法身者，即是空。須菩提，空字偏名，能於石室見佛法身。中鏡錄云：如佛在都尼一下安居，佛以神力濟諸人天，不知處所。下受歲已，佛攝神足，欲還閻浮。爾時須菩提於石室中住，自思惟言：佛都尼下，當自佛所禮佛耶？惟不至耶？復自思惟：佛常說法，若人以智慧力觀佛法身，是名見佛中罪。佛時已從都尼下閻浮提，四眾皆集，人天相見，座中有佛及轉輪王，諸天大集，眾會莊嚴，先未曾有。須菩提念：今此大眾，雖復殊特，誓不久聽。磨滅之法，皆歸無常。因此無常，觀之初門，識之諸法，空無有實。作是觀時，即得道證。時一切眾欲先見如來，禮拜供養。有蓮花色比丘尼，常為他人呼為淫女，欲除惡名，便化為輪王，七寶千子，眾人見之，皆悉被坐。化王見佛，還復本身為比丘尼，最先禮佛。佛告利言：非如先禮我，唯須菩提最初禮我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觀諸法空，唯見法身，得真供養。供養中罪。遂說眾演：若以色身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是知苦空無常無我，為助道之首。得此可以見佛法身，否則心境不空，即得生西，但見彌陀之化身也。化身無想，故彌陀滅度之後，觀世音菩薩成佛號，遍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，改極樂為一切諸寶所成就世界。故中門向上一着，魔來也斬，佛來也斬，心境俱滅，實相念佛，念佛之法身也。如須菩提空觀現前時，能於石室不動一步，而見世尊禮拜供養，所以中門破本參時，不離娑婆，即得見彌陀，而往生極樂也。故生則實在生，去則實不去。2. 諸宗方便，淨中觀想持名，念佛之化身，生則實要生，去則實要去。如蓮花色及人天眾，有作之修也。
若進而加念處等道品，有心念自無心，得念佛三昧。所謂花開，即自己心花開敷，見佛悟無身，亦見彌陀之法身，即生往生，禪淨不移矣。古德偈云：參禪念佛本相同，看破分明總是空。公道自然全體現，春來依舊百花紅。所謂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。但禪宗專攝上根利智，吾人自量下根，則以持名念佛為最穩當。而但知其跡，不明其本，謂之不懂教理。縱而均識，未知尚有何異耶？有人問：念佛人鮮有得三昧者何耶？老和尚答：用功的方法有正行，有助行。參禪念佛都係正行，要有正行得力，必有助行以助之。所謂助行者，菩薩當修六度萬行，無善不作。比丘着重於37道品，無惡不斷，欲出世間各種助道，非修不可。大方等大集經云：37品是菩薩寶具陀羅尼。涅槃經云：能修八正道者，即見佛性，名得醍醐。證明經云：道品善知識，由是成正覺；道品是道場，亦是摩訶顯。如此等經皆名道品，何但小乘？或正行有力，以得生於極樂，亦非修助行不可。故《阿彌陀經》中，行樹水鳥皆以五根五力、七菩提分八聖道，蓋佛佛道同，斷正不移，正助均修止觀相允。所以念佛人當先從四念處觀下手。所謂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。如是則空觀現前，此心與淨土相應。三昧即從空觀中建立，生淨土必然。此是約略而言，若要詳知，可在《阿彌陀經》注解中將37道品詳細研究一下子。先要在娑婆學修，後到極樂再修，非修不可得。所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大家注意，若為居士，應當及時擁護正法。聖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云：梵天於此穢土護持正法，須臾之間，勝在淨土過一劫。若一劫，是故而應勤加精進，擁護正法。蓋淨土飲食自然依正具足，用不着擁護矣。有人問：前言助道，未知如何依四念處？老和尚答：觀身性同於虛空，嚴心而住，名身念處；觀受不在內外，不在中間，名受念處；觀心但有名字，名字勝離，名心念處；觀法不得善法，不得惡法，名法念處。如是空觀現前，即與淨土相應。古德云：心行處滅，是諸佛常住真心；心行處有，是眾生生死業心。其間不容思法。有人問：如何是念佛一心不亂？老和尚答：心無本念，念隨想生，
此想虛妄，流轉生死。如今當知此一句阿彌陀佛，不從想生，不從念生，不住內外，無有相貌，即是盡諸妄想。諸佛如來清淨微妙真實之身，非一非二，不可分別。如是念者，煩惱塵勞無斷無綁，只是一心，必得一心，方得名為執持名號，方得名為一心不亂。正業功成，直趨上品。古德偈曰：阿彌陀一句，萬法之總持，聲與心相依，念之復在之，感應不思議，連開七寶池。